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4，耶利米书1章8節安尼講：你毋免驚因，因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護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毋免驚，要甲阮同在，閣保護阮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然聖潔、全然公義的至權上帝。你是無限人民、無比疼痛的至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信實大到拄天，你的權能達到強衝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你是找起阮，閣甲阮同行的上帝，因為有你，阮就無孤單。主啊，當阮面對挑戰甲不安的時，求你伸大權能的手扶持阮；當阮驚嚇甲軟弱的時，求你賜下平安，甲阮相做伴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拯救，是阮上大的願望。主啊，因為你安尼應允，你愛阮毋免驚，你要甲阮同在。要保護阮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